7月30日，规暝上大雨造成南投市这边有甲混班停车场淹水，有10外台车拢已经浸水去啊。另外，附近的这东山路嘛是同款淹去，嘛因为这地势是有较低，也搁伫个包路溪边，所以南投县长柯淑华今日早起呢是甲经济部水利署民意代表等去甲会勘来讨论解决淹水的办法。 南投市马路溪边的甲混班停车场，7月30早起淹水淹450公分，迄时大约有10几台车浸水。拜五早起，南投县长柯淑华到现场会勘，收集地方的意见。县长表示，希望未来会当伫遮起一个抽水站甲避风堤。 我们要做固定的抽水站，然后包括呢这个滞洪池的相对的面积，以及在整个市中心在周边乡亲均公里的排水系统，我们都会把这个计划纳进去。 经济部水利署副署长陈建成表示，精简计划内底，中央政府明年就会来设这项工程。不过未来若有做抽水站，就唔免搁做避风堤，做蓄水池就会使。明年以后的计划，那明年计划有下来，我们就来补助地方来做这一个的规划。 甲混班停车场，唔但伫即届淹水尔，去年嘛捌因为洪台淹水，共款造成未少停伫遮车辆浸水。政府强调，甲混班遮目前有1台固定式抽水机，甲2台移动式的抽水机，会放遮台面，放到后礼拜一。预防这2天是南风够增强，落雨落出在前，记者辛平仪南投报道。